Hello， 你好，众朋友，稍等，能力找到蒙座给值得走桥啊，能力过望光，能力古龙高，马武美也阳光在，大家也可以火锅地落桥那个。把苗庄穿到北京天安门，把苗哥带到北京天安门，一起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农历为多少这个北京天安门这个呢？被拿着被你看见梦多少倍呢？就是内心啊，好多些呢那是无比的激动还有梦嘛，觉得写了是鼓了嘛，写贴蹦了是鼓了嘛，所以被拿超多岁至少被还有红高的被有红高的那现在被就业了互一染高，那么表达被多少倍的一种内心比较激动的一种状态吧，因为弄的要被你被也是短至少2度，被要被你被也是短至少2度末也多我能够对多我能够安徽对桥的人一些的多北京的工作嘛，也了因为呢那口年梦的还能梦背地里包来背地里切到来背地里包背地么是他是觉得我给嘛，所以很激动，所以现在被有了忽然高的被龙背虎我梦也被老师套用火的张元奇2度烧的是被2度老师呢2度老前辈我被梦过2度老前辈的，所以被换了被觉得忽然高呢被希望被中国的碰杀的被盗墓被人道莫被的祖籍被的口罩被的鲁梦被的高有人到南到海到湖搞了一种朋友杀的只还要嘛要说或者是能得你还能搞了保了包还得被梦莫做给容高莫祖莫记的那些被主要然后让高的被弄被虎的梦不分内来一会儿给活的是吧？齐看1、2背。为雷家北岳海，哎呦，你起高啊！为雷家北岳海北索路，为雷家北岳那北大中，只为家那都大志。作为北路美虎我梦只为家那都大志，作为北路美虎我梦差1年米到就到了，所以觉得最主要那么快弄路老师参加的就是表达我们这一些的一种非常激动的一种心情了，所以就是接一种朋友说的报名着，然后我被叫上的么，我们这被要北京首都被中国首都北京的这个对天安门广场的那里对风景对那是荣高所以被叫上的么这一会好嘞，加倍嘛。这个的话是前几年的这种款式了，像这个的话是近1-2年的对，也是在改进，对，它是不断改进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的话就是到这里，我们今天看到他们2个在穿这个苗族服装，就是一看到这个是我们文山那边的苗族同胞的，所以就对很亲切对，特别亲切，特别激动，对特别亲切，特别激动，所以就大家就过来打招呼就我给你好的，谢谢好对，举着旗子，对，没事，我等着旗子，好，旗子这儿对，我等着旗子飘起来，飘起很难，你自己回去挑去吧。你自己回去挑去吧。好。别看那旗子。好，谢谢。
哎呀呀呀，太热情了，太热情了。人家那个么大配这个。人家专业的就不一样。我们大配着那个，到那没路挖吧，挖吧的呢，龙高横啊。那这段呢找下，我挖吧的呢，老是龙高哦，把头啊，不大，只也谁都摸，然后啥的包的呢，啥的包啥的呢呀，骨脚不挂，骨脚不挂的是摸要提前预约，所以别也知道摸，别知道摸要提前预约，要提前摸票要做要票子包的是必须要提前预约，然后呢。第二就要背离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第二就要背离天安门，看来，第二就要背天安门，哦哟，不低哦，那是荣高，很激动啊，相当激动，相当激动，能中哦，能太中啊。第二呢，要人民大会堂。就是的，国家的样子会议的，我都是非常老的会议，很重要的会议，大部分都要人家对你配那背里呢要这个英雄纪念碑英雄纪念碑，然后大家呢落这一段呢要毛主席的落纪念堂，所以那么就大概的就计划了呢，因为。全部我是了，么故宫的话要提前预约的，所以被就知道么因为第一就么二路方面就是一嘛要提前预约，能很重二弄的能太重然后第二嘛就是门票的还是么子贵，所以让你被多被很到火车的景点的呀，被就知道么被就人家的广场那里大概人家这个呢。升旗大人，被就让那广场那里集合节目就可以被要再接被要再接这个流绕，被要被很多的规定很多被的我给么流绕，如果么啥我给多了被要成能够被多被我给多被那可能很多那个就很多，所以肯定要一道很亮丽的风景线也都宣传被蒙里的文化的也个被的其他的规定人家的嘛的说的要搞了保还得蒙越来越容易的来的直操来的种也容易来海路也容易来红高人呢来错更人呢弄得很可惜的就是的那么多的时候要那么一大毛被就多没排队参加他给你的升旗仪式了，所以压的东西很多被知道压梗，所以那么我都压梗，所以弄得很遗憾的一个问题就是的，第一知道干么好没学没这个像那故宫博物馆等你没学没参观，然后呢第二就是的知道压梗知道压梗多，因为东西很多，但是那呢第一拿行李伢不对伢不对，所以就是这样比如遗憾的流绕买的较多流绕买较多，现在比如没找没咯，别找没博大产品，感到被没学万里长城就要没做主流了啥的希望就是的年梦做梦鸡的年梦做梦鸡年热背生活的我分享的多找到梦做给值得走桥呢的生活呢的视频的话，晓得可以帮忙关注点赞和帮评论好嘞了就太了
mua mua được rồi mua số mua mua rồi被找某种产品了，你找我们产品更多，被某万里长城，某做驴肉，驴肉被得找到北京了。对哦，往这边站一点嘛，然后看到这个天安门的话，要好一点。我中意好用喎。那你可以那的种。来，走了。哪里的服装啊？什么地方？苗族。对。云南文山啊。对对对。朋友有人在文山，我去过。以后可以来云南找我们玩呀。云南你们那里的那个梨很好吃，那个大梨。对对对。哎，我来到这边，我吃了山东那边的梨，我觉得有点咸。这是个面大车儿。过中秋节的时候，一个朋友去了甘肃香河，很好吃。还有红河州，这个咸肉也很出名。哦。